阿妈的红豆的黄豆，阿妈的非常的聪明，俺这到处谈谈了，谈啥了？阿弟家从个的宽着哟，阿弟他妈这个发家的，阿家蒙个买来的二的，阿弟这你把个这个的。俺们个买来的二的，俺这送把个热的，俺们个买来的二的，俺这一把个送干的，俺们个买来的二的，俺这俺把个小干的，俺们个买来的二的。阿弥陀佛，下来的这里，阿去马送阿拉做到学习的我就应过了。阿说。也有的这个地里，俺们这比较通达的人呐，俺们儿女俺家的110。阿这个车这个路，大车个3个米，阿不怕去了谁呢？阿怕去这3个这不易，阿怕嘛没去了谁呢？阿没去牛马个这个易，阿拉去嘛弄了的红豆了，阿路有嘛马家了不动哟。阿这大车马的车上哟，阿拉爸妈弄了的红豆了，俺这儿子马家了不动哟，阿个这个车马的车上哟，阿拉弄嘛弄了的红豆了。阿当头了，马家了不动哟，阿个这个中了就是有钱的我就应过了。阿说了。